好多香港朋友到而家仲唔知道，嚟深圳可以直接申辦港澳居民居住證，辦好居住證之後，就可以按規定申請深圳靈活就業社保同醫保。呢張證就好似你喺深圳嘅身份證，搭公交、地鐵出行更加方便，同時都係申請粵 B 新能源車牌。置業、參加社保醫保嘅重要文件，靈活就業職工社保最低收費參考，單獨養老保險每月最低955蚊，單獨一檔職工醫保每月最低538蚊，一檔醫保每月大約返135蚊入你嘅醫保個人賬戶。藥店買藥、門診都可以刷，參保年齡限制，靈活就業參保，男1860歲，女1855歲先可以申請。深圳醫保一大優勢，唔會好似香港公立醫院一樣要排幾個月甚至幾年先睇到醫生。呢個月交醫保，下個月就可以生效使用，當日就可以掛號睇病。而家辦理深圳港澳居住證唔需要等半年居住登記，資料齊全，本人到場就可以申請。如果你都想過深圳辦居住證、靈活就業社保醫保，唔清楚完整流程，歡迎私信我或者留言交流 PM66。